整體嚟講咧，減息對風險資產係絕對有利嘅。自從9月份降息以嚟咧，睇到投資者嘅情緒咧，似乎係更加有信心。Hello， 大家好，我係 Village Bank 嘅 Alpha。聯儲局9月啟動咗減息，喺減息週期下，投資者應該點樣調整投資策略，作出超前部署呢？同埋把握環球投資機遇。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 Allianz 安聯投資分銷業務董事 Paul 傅志華先生，同大家分享下。Hello Paul， 美國聯儲局減息係咪反映咗經濟轉弱呢？美國聯儲局喺9月一如市場嘅預期減息25點子。目前嚟講，市場對於目標嘅通脹憂慮已經退居其次。雖然通脹可能會再次加速，主要觸發減息嘅因素似乎係8月份疲弱嘅美國就業數據啦，加上6月數據嘅大幅下調。根據新嘅數據嚟講，6月嘅就業人數係自2020年12月以嚟係首次出現下跌嘅。咁另外，直至到2025年3月嘅12個月期間嘅修訂顯示美國實際嘅新增職位係比原先估計少咗成91萬個，咁反映出就業市場係持續疲弱。由於啟動咗預防性嘅減息週期開始咗，我哋預期聯邦基金利率到2026年中前係會降至3.5%嘅。咁美股一路都表現得好好，屢創新高，咁減息係咪有助提升風險資產嘅表現呢？整體嚟講減息對風險資產係絕對有利嘅。自從9月份降息以嚟睇到投資者嘅情緒似乎係更加有信心，亦都顯示咗點解喺關稅持續唔確定嘅情況下美國股市即使估值相對較高，仍然顯得非常有韌性。另外嚟講市場預計標準普爾500指數第3季企業盈利將會實現一個雙位數字嘅增長，亦都係美國股市持續強勁嘅勢頭嘅另一個原因。阿波，咁你認為邊啲地區同行業未來1年最具投資潛力呢？對於歐洲嚟講我哋有理由相信經濟前景係特別睇好嘅。通脹已經似乎受控啦，而且德國嘅公共開支有望喺2026年擴大嘅，對經濟增長前景係帶嚟絕對嘅支持。法國嘅政局不穩，依然係風險嘅存在。咁但係如果法國經濟大幅轉弱嘅話我哋預期到2025年底前歐洲央行係有機會再減息25點子。另外一方面我哋估計英倫銀行將會再下調利率25點子。但係減息時間或者會押後。歐洲策略性嘅行業嚟講好似一啲航空啊、航天同埋國防啦，同一啲企業嘅翹楚係錄得令人信服嘅業務增長，估值亦處於合理嘅水平。咁除非市場出現重大嘅利淡消息，否則市場係唔會好決絕地採取一啲避險行動。簡單嚟講就係話儘管環球經濟增長逐步係放緩，係低於一個趨勢嘅水平，但係喺較低利率嘅環境下唔投資風險資產可能會面臨現金回報大幅落後嘅情況。我哋認為喺呢種情況下投資多元資產係會較為合適嘅。今日好多謝阿 Paul 俾咗咁多投資 tips 我哋，咁等投資者喺超前部署2026嘅投資策略，喺投資路上得心應手。